這你話怎可以不偏不倚？幾多藝術是處見得，幾多事情逼我屈身，幾多心事是我幾多苦笑是我變得荒謬，現身火動舞，觸碰每舞，一首歌曲所有嘅字，是我另類動力上。我哋同大家打個招呼先咯。大家好，我哋係 Mirror。大家好，我係 Eden。我係 Reno。Hello， 我係 Stanley。今次十分之榮幸啦，可以有幸出席呢一個活動，因為我哋三個本身都係好中意打籃球，超級 fans， 所以今次對我嚟講，即係唔止係一個工作啦，仲係一個志願。所以好開心可以同在場咁多位一齊分享打波呢個喜悅，希望大家都繼續留意 NBA， 繼續中意打籃球。Stanley 啦，即係細細個都同佢一齊打籃球啦。今次喺 NBA 嘅木板上面打波，嗰個感覺係點樣？其實好感動嘅，因為其實即係你知我中學已經係一齊係咁打波啦，跟住之後已經睇 NBA 啦，跟住估唔到係有機會可以喺 NBA 嘅即係場地上面可以打波啦，可以射到個框啦，可以知道個波係點樣啦，我覺得好感動成件事。係，仲要同我哋嘅 NBA 球星一齊組隊去比賽啊！冇錯，係。姜濤咧啱啱完成咗你咁精彩嘅表演啦！係好開心，真係夢想成真係咁講，因為頭先喺看台見到最尾呢林書豪節目，我就覺得哇，佢真係激勵咗我打波嘅一個人，所以頭先真係好開心可以同佢合照，所以頭先嗰下真係覺得夢想成真，所以好多謝 NBA 嘅邀請，希望下次再有呢啲機會。OK， 我哋再次俾熱烈掌聲，多謝 Mirror 為我哋圓夢，亦都恭喜晒 Mirror 完咗你哋 NBA 夢想。Thank you Mirror。Thank you。非常感谢您参与由阿里云为您呈现的2025年 NBA 球迷日活动。明晚在我们同样的场馆威尼斯综艺馆将继续上演季前赛第2场的对决，布鲁克林篮网队将与菲尼
尼克斯太阳队再次交锋。明天下午5点，场馆将会开放，比赛将于5晚7点正式开赛。谢谢各位的光临，祝您晚安，谢谢。